恒春民谣是专门由采体特色的一种民歌。80岁嘅张义贵是满族乡有名嘅民谣歌手。去年呢，本文化部指定做国家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，如人间国宝。而喺满族乡嘅江口村出世嘅係汉人，也講呢係對族田細個起嘅。張義貴從細路下過苦哦，阿爸佢做路故事呢。唔過也認真辛苦嘅童年，下個豐富嘅生活經驗，也過上那位暗有感情。佢當然聽嘅都會講通到點目直播，用下來認識一個滿族民歌手張義貴。爸母聽見是長老佢做唱能恒春民謠，唱到真蠻有感情。伊係滿族有名嘅民謠歌手張義貴。爸母親像天頂啊！一條係恒春版導航能有嘅客家叫歌牛馬潘，張義貴用無響用嘅生屯歌詞，唱出形容客家前新婚頭度嘅話，有安慰沒有等人。迷上天生大你，歸接談多年，心酸點目子。我就是講，我媽媽啲飼我這兩姊妹足艱苦，足可憐嘅對，攏都歹命啊！後一個人伊那3、4歲無老爸，安尼啲過日，所以吼，我若唱着這個無伴，一定我就是愛好。兩個曲調我牽啊牽上啊，哦，爸母聽見長啊老，咁要牽上啦，牽到親。彈起來真苦情的個曲調，我以後要唱，要牽巴記哦，要加出去哦，一定要做一個好心球哦，唱人彈到要叫字都厲害嘅都很保存，按用按照像哭嫁歌的這樣子的方式。張日貴阿嬤就是各中的好手。從細路下路鬼苦，阿爸做高升，做成人嘅時節，歸接同阿妹唱歌嘅，就係你該自然嘅好巧嘅恒春民謠。伊若這20歲嫁翁吼，27歲伊就死翁啦，我媽媽。所以迄個日子到尾30，迄個時陣吼，會使你講足艱苦，一個查某人要飼2個囝足艱苦啊！伊愛唱這種歌，吼，這較可憐。牛無伴，一定是牛無伴。我是無安尼叫伊給我教啦，我攏會聽，我來聽着我就會曉。是來唱閩南呀。屏東縣滿族鄉江口村出世嘅張義貴，其實有客家血統，喺祖上對陸隊下去南部開墾嘅客家後代。有我這人吼，我阿公因佇迄個德產來，德產迄個縣長誒，有幾啊代過來啦。我的阿公就雖然散就走入遮來。為到生活，張義貴13歲就去金馬縣做事，這位時節佢碟團盤拉高力橋，金馬縣就係張義貴練唱歌嘅場所。迄個時陣攏無啥好聽，就是攏往喙佇唱爾。安尼佇唱即落民謠吼，毋是講看時陣佇唱啦。都若佇做工課做了，安尼日頭佇豆北都佇枵啦，都是講那喊一條我歌咧。大家都工作辛苦，我都希望唱歌啊，唱歌啊，伊都希望有機會大家都肯去唱。當然喺埋創都開始搞乜要求較切㗎，見到佢慢慢嚟就會去前面，以後創物以後創物叫記錄清度，從記度呢，記度停啦。張義貴各有基礎，唱歌嘅本地豐富嘅聲音經驗，體現充滿感情、各有層次嘅歌聲度都表現出來。
南文化部韩团总艺会指定做国家重要传统艺术的保存人，得到人间国宝的銜头。也还有2个医生1禮拜去屯義學3日，為屯義安鐵樹的民謠唱腔上修下來。因為我81歲啦，我的歌吼實在是足濟攏要教。我即擺教這2個藝生吼，我毋是教這普通的啦，我教迄個歷史上的三匹英台做骷髏工，我攏只要教好，啊這2個學會起來，毋過目前未啥會迄個啊，啊就是我甲講較忍來學咧吼。我们都是尽量在学他的口音啦、口调啦，安尼啦。所以那个他阿嬷的口调是有古早味啦，这样啦。啊，我们现在的人说被流行歌影响啊，所以比较没有古早味啦，所以学起来是比较有点困难啦。过来，这家你甲我讲这几拍好未？咱个一遍好未？即摆是当打啦。唔是，这点你都唔对吼。当哒啦，当哒当哒啦当哒啦。以及农业协弹唱出恒春半岛蔡天人的跳落屯苦情，他的综艺季充满韵味的声，就感受得到台湾双吉团人的大暗屯生命力。因乃如去9年唱，多结9年，千篇千律留下一段天然的恒春民謠，韩国民謠多方的文化内涵。欢夜。